唔使再奢望求財運，亦唔使嘥大錢請啲虛有其表嘅擺件。屋企有冰箱嘅人，只要喺上面擺一樣嘢，唔使拜神，唔使拜佛，第二日就有橫財入屋，窮氣一掃而空，窮命直接扭轉，自此衣食無憂，財錢源源不斷。試過就知，想改運其實好簡單，根本唔使大費周章去拆牆動土。今日阿叔就教大家呢個方法，就係喺財庫頂上擺一件寶物。呢件寶物一放上去，屋企氣場即刻活絡起嚟。呢個做法叫做定富生金，專門吸納突如其來嘅意外橫財。首先，阿叔同大家講清楚冰箱喺玄學上面嘅作用，千祈唔好睇小屋企嘅冰箱。佢唔單止係用嚟冷藏食物，喺風水格局入面，冰箱就係屋企嘅財富。點解會咁講？因為冰箱係用嚟儲存糧食，糧食係我哋生存嘅根本，亦都係財富嘅象徵。屋企冰箱越充實，就代表財富越飽滿，財運自然節節上升。相反，如果冰箱空空如也，雜亂無章，就代表財富空虛，財氣留唔住，自然艱難，日子過得拮據。而且冰箱五行屬水，水喺玄學當中主財運，水氣順暢流動，財氣就會隨之運轉。擺放冰箱等同為屋企打造一個聚財水池，可以匯聚並鎖住全屋財氣。但如果冰箱擺放方位出錯，又或者上面擺咗唔應該擺嘅雜物，就會堵塞財路，導致財氣外泄，甚至招惹窮氣，令屋企運勢越嚟越差。好多人都唔知，冰箱頂面亂堆雜物係最嚴重嘅漏財漏雜。阿叔見過好多家庭，冰箱上面堆滿雜物，好似舊衫、空膠樽、無用紙箱，仲有啲尖銳器物。呢啲物件通通都會阻隔財氣，令財氣冇辦法入屋。就算有財運降臨，都會被雜物擋住，無法紮根流傳。仲有啲人會喺冰箱上面擺放破損物件，例如爛碗、裂杯呢啲殘缺物品。喺玄學寓意破財耗財，會令屋企錢財不斷流失，擺得越耐就越窮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冰箱上面唔可以擺寵物。好似大型盆栽、厚重書籍，寵物會壓制財富氣場，阻礙財氣流通，直接拖垮整體財運，導致賺錢困難。除此之外，冰箱頂面絕對唔可以放鏡，鏡子會反射驅散財氣，等於親手將錢財往外推，咁樣又點會發財呢？所以想要招財聚財，第一步就要將冰箱頂面徹底清理乾淨，清空所有雜物，保持乾爽整潔，先可以令財氣順暢入屋，牢牢扭住。打掃妥當之後，就可以擺放我哋嘅招財寶物。呢件寶物家家都有，唔使花錢，就算要買，都只需要好少費用。招財效果遠超動輒幾百上千嘅風水擺件。阿叔講嘅呢樣招財好物就係銅錢，尤其以五帝錢最為靈驗，分別係順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慶5個朝代嘅古錢。好多人都會疑惑，點解一定要用五帝錢？阿叔逐一同大家拆解。五帝錢係玄學入面公認最強招財、化煞辟邪嘅吉祥物。呢5個時期都係清朝最鼎盛繁榮嘅年代。國力雄厚，百姓富足，因此呢5枚古錢匯聚咗盛世旺氣同濃厚財氣，招財聚運嘅效果自然無可替代。五帝錢嘅功效唔單止係招財，仲可以擋煞消災、化解霉運、驅散窮氣，逐步優化全屋氣場。將五帝錢擺喺冰箱之上，等同喺財庫頂端安放一道聚財護運符，既能鎖緊屋企財氣，不斷吸納財源，又可以化解屋內窮氣同煞氣，令家宅運勢步步高升，財運自然擋都擋唔住。可能有人會問，手邊冇五帝錢點算？唔使擔心，冇五帝錢都可以用普通銅錢替代，只係功效會稍為遜色。
如果連銅錢都銅唔到，全身1元硬幣都可以頂上，集齊5枚擺放整齊，一樣有輔助招財嘅作用，只係力量相對溫和一啲。跟住落嚟，阿叔教大家5帝錢嘅正確擺放方法，做法出錯，招財效果大打折扣，嚴重仲會適得其反。大家一定要認真記實。第一，5帝錢擺放次序絕對唔可以亂，必須按照順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慶由左至右依次排列，唔可以顛倒次序隨意打亂，因為5個朝代循序交替，順住次序擺放，先可以令財氣連貫流通，發揮最強招財效力。第二，5帝錢字面要朝上，印有漢字嘅陽面向上，底部花紋陰面向下，陽面朝天，能夠吸納上天財氣；陰面貼庫，紮根屋企財富。一陰一陽，相輔相成，先可以完美聚財守富。如果擺反方向，字面朝下，就會將財氣壓實封閉，無法吸納好運，招財作用自然大幅減弱。第三，5帝錢要擺喺冰箱正中間，唔好貼邊緣，唔好放角落。冰箱正中位置係全屋財氣最集中嘅點位，擺喺呢度先可以最大限度匯聚財氣，吸納橫財。邊角位氣場薄弱，招財成效自然不足。同時，5帝錢要平放成一直線，唔可以重疊堆放，亦唔可以分散擺放，整齊一排先可以形成穩固財氣屏障，隔絕窮氣霉運，守住滿屋財源。除咗喺冰箱擺放5帝錢，阿叔再分享幾個輔助招財小技巧，相輔相成，令財運更旺盛，橫財更快到。第一招，冰箱內部要保持充盈飽滿，切忌長期空置。冰箱作為家宅財庫，財富豐滿先可以財源不斷。平日可以適當儲備米麵油糧蔬果肉食，令冰箱滿滿當當，寓意財富充實，財源滾滾。但要切記，食物唔好塞到密不透風，亦絕對唔可以存放過期、變質、腐爛食材。擺放過滿會堵塞冷氣同氣場循環，阻礙財氣運轉。過期壞物會滋生污濁晦氣，污染家宅磁場，招惹窮氣敗運，反而拖累財運。記得定期整理冰箱，及時清理變質食物，保持內部乾淨清爽，先可以確保財氣順暢流轉。第二招，留意冰箱嘅擺放方位，冰箱唔好正對廚房門口，亦唔可以直衝大門。呢兩種擺法都會導致財氣直走外泄，錢財難以積聚。廚房東南角係全屋固定招財吉位，將冰箱安放於此，最利於匯聚八方財氣，旺家旺運。另外，冰箱唔可以擺喺臥室，亦唔好貼近衛生間。臥室係休養靜氣之地，衛生間濁氣、濕氣沉重，呢啲位置都會破壞財富氣場，嚴重影響招財效果。除此之外，一定要保持全屋乾淨整潔，尤其係廚房同冰箱周邊，屋企濁氣堆積就會阻隔財氣入門。平日勤力打掃，清理雜物垃圾，維持屋企清爽明亮，好運同財氣先可以順暢匯聚。冰箱周邊切忌堆積雜物、殘留油污，乾淨乾爽嘅環境先可以令5帝錢嘅招財力量充分發揮。呢幾個輔助竅門看似簡單，實則作用極大。只要全部做好，再配合冰箱5帝錢佈局，財運必定穩步上升，橫財機緣越嚟越多。好多人財運長期低迷，就係因為忽略咗日常小細節，就算擺咗招財法器，都難以發揮效果。仲有一句忠告，大家千祈要記住：招財改運貴在循序漸進，唔好妄想擺咗5帝錢就一夜暴富、大獎臨門。咁樣嘅想法根本唔切實際。5帝錢嘅核心作用係慢慢調和個人同家宅氣場，逐步提升整體運勢。
一點一滴積聚財氣，帶你脫離貧窮困境，穩步過上安穩富足生活。心存善念，保持誠心，堅持落去，財運自然越嚟越旺，富貴橫財源源不絕。好多人都會好奇呢個風水方法有冇禁忌？當然有，阿叔逐一講清楚，呢啲規矩必須嚴格遵守，否則唔單止招財無望，反而招惹霉氣窮運，得不償失。第一大禁忌，切勿使用破損嚴重生鏽嘅五帝錢、殘缺鏽蝕嘅古錢，靈氣同招財能量早已消散，仲會附帶衰敗俗氣，擾亂家宅磁場。一定要選用完整、完好、乾淨無鏽嘅五帝錢先至穩妥。第二大禁忌，五帝錢擺放妥當之後，唔好隨意挪動移位，除非大掃除或者特殊情況，盡量保持原位不動。五帝錢擺放穩定後，已經同屋企氣場融為一體，隨便移動會打破磁場平衡，造成財氣外泄、運勢波動。第三大禁忌，定期清潔保養五帝錢，建議每月擦拭一次，用乾淨軟布輕輕掃走表面灰塵即可，保持法器潔淨光亮，先可以維持穩定招財能量。清潔之時，絕對唔好使用洗潔精、清潔劑等化學用品，只用清水擦拭，避免破壞五帝錢先天靈氣。第四大禁忌，冰箱頂面唔好疊加擺放其他風水擺件，好似貔貅、金元寶、招財水晶等等。雖然都係招財吉祥物，但多種法器混雜擺放，氣場會互相衝突排斥，反而削弱所有物件嘅功效。冰箱頂面淨擺五帝錢就足夠，簡潔純粹先可以發揮最強聚財威力。以上呢啲禁忌，大家一定要牢牢記住，切勿觸犯。只要嚴格遵守規則，跟足阿叔嘅方法佈局，一定可以催旺正財、橫財，短期之內迎來好運，徹底擺脫窮命霉運。今日阿叔毫無保留，將呢個簡單有效嘅居家招財秘法教晒俾大家，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機緣，跟着照做，早日脫離貧苦，扭轉運勢。無論你而家幾拮據，運勢幾坎坷，只要唔放棄，有誠心，落實呢個風水佈局，第二日就有機緣臨門，橫財到訪，往後財運亨通，錢財不斷，一世安穩富貴，福氣滿滿。最後提醒大家，記得關注訂閱阿叔賬號，日後會持續分享更多實用招財秘訣、居家風水知識同民間開運小妙招。一路幫大家化解霉運，催旺財運，富貴常伴。訂閱唔走丟，不錯過每一個改運發財嘅機會，早日迎接屬於自己嘅富貴好運。